现在的时间是半夜3点啊。虽然现在很睡觉，但是呢，真的很谢谢你们上次的影片给我很多问题，所以呢，我这次要回答问题。最喜欢吃什么？咖喱吧。在台湾的话，葱抓饼。家里还有其他兄弟姐妹吗？我有一个姐姐。どの学校と学科知りたいです。台湾西安大学のデザイン学科です。之前看铃木穿过日本男足的球衣是这个。其实我真的很喜欢足球，国小到现在都是踢足球。我是铃木的台语念起来有一点像我是铃木，我是你妈妈的意思。我是铃木。我想知道大学毕业后会留在台湾吗？我真的很喜欢台湾的文化跟台湾的东西，所以我希望未来也留在台湾。铃木喜欢男生吗？我喜欢女生。单身吗？喜欢的类型是什么？我是单身，然后喜欢的类型，我比较喜欢就是朴素的女生，安静的人，因为我也是不会没有那么讲话的人，所以想问铃木怎么跟 Tommy 认识的？这个是我2年前吧，2年前左右，那个时候我在居酒屋打工，然后后来那个工作就没有了。所以我去找别的工作的时候，找到这个就是三元团体编辑的工作。加入三元团体后认识他。会画画是天生的还是有学过的？我高中的时候就是台湾的话怎么讲，美术班。我那个时候去念专业画画的学校，高中的时候一直都在画画，然后那个时候我在做陶子。好きな動物は何ですか？犬かな？犬と猫どっちも好きですね。最近はそうです猫の方が好きですね。想看铃木先生小时候的照片。これ見せちゃうのか？请问有喜欢的台湾艺人吗？歌手的话，我很喜欢周兴哲，还有五月天。最近的话比较少听他们的歌，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我常常听他们的歌。现在想去台湾的地方，现在很想去高雄，现在真的很想去高雄，然后吃那边的碳党汉堡。你可以念看看爸爸妈妈。うわこれわかんねえ、なんだろう。ゲーム好きですか？ゲームはあんましないかな。最近なんか動物の森とか流行ってますよね。やりたいですけどスイッチがないんで、誰か買っていただければ。你多高？好像是167、168。托米，拜托给我身高。可以告诉我固定出影片时间吗？我没有固定出影片的时间，所以真的不好意思。大概尽量1个礼拜1部影片。今天吃什么东西？今天中午的时候吃 Subway， 然后我刚刚跟那个 Tommy 一起吃了牛肉面。现在几岁？感觉很年轻，像高中生。我今年22岁了。我常常在台湾买啤酒的时候，店员他们会确认我的年龄，你是几岁？然后给我看一下你的证件之类的。怎么办啊？讨厌的动物，中文我不知道我怎么讲，
很讨厌这个。但是呢，我住台湾3、4年，从来没有看过它。台湾有这个吗？那我现在差不多问题就回答完了，真的很感谢大家给我很多问题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ちょっと時間も遅いので时间也很晚，所以这部影片就到这边，拜拜，おやすみなさい。